伫台湾，甲鸡仔路封起来办游行、办庙会、办路跑，这是真素常的代志。但是，若是甲鸡仔路封起来，是为着要互囡仔耍，安尼就较少听到咯。生活伫个大都市的囡仔，徛街附近若无活动的空间，只好关伫个厝内底看电视、耍手机啊。结局是伤着目睭，甚至出现心理的问题。生活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的家长。 过去要成功推动公园的改造，即摆是发起民众募资，希望为社区出发，推动为囡仔放假的行动，希望互囡仔朋友会当做伙到大街路顶去笑去耍，打造更加友善、更加安全、更加温暖的儿童街道的文化。咱就来看这阵真有想法的家长，因是安怎咧做的。 更芦笋白菜色的鸡仔，一场伫台湾街路真罕见的行动要展开啊！也菜色粉笔的画，大路变成天然的画布。另外一边，我放几个纸箱啊，大人囡仔做伙将这个真济车的街路变成一个耍的空间。 将手抓悬，对风伫走，梦幻七彩的泡伫空中飞来飞去，软伫泡内面，囡仔一直笑，笑容甲日头光同款灿烂。我们吹了泡泡往天上飞，其实我们看着它，心就跟着自由，所以这个是一个很舒压的过程。边仔囡仔伫跳街啊，跳甲真欢喜，要有囡仔多啊物件咧，就伫纸箱仔顶面创作，变成一个小小的设计师。 你要去哪里？你要载外婆去哪里？嘟嘟嘟嘟嘟。纸箱连面变成火车头，连面变成商店，囡仔米里内底变成小老板，甲因老母咧耍，现场充满欢乐声。你头家，我的冰淇淋咧，等一下啦，好。凊彩想一个主题，想要耍什么就耍什么，无受到限制。像这款伫街路耍的场景，伫民国70年前，台湾其实真平常。看到囡仔耍干的遮欢喜，大人是欢喜佮感动。 像我今天跟我婆婆一起来，然后我婆婆就觉得很感叹，就是说，对啊，就是这些东西都只有在马路上才可以玩，公园都不行。以前我们想要玩的时候，就会觉得啊，那就去公园玩就好了。可是我们今天在马路上玩的时候，就有那种很自由、很奔放的感觉，是那种在公园里做不到的事情。公园也不可能让大家可以在地上彩绘啊。因为我觉得在街道上玩啊，对我来说那个经验是蛮深刻的。我甚至到现在就是还可以记得我小时候跟邻居玩的时候那种快乐的感觉，无忧无虑的感觉这样子。其实街道游戏啊，可以提供孩子一个自由发挥的空间，而且他在游戏过程当中，他会觉得他生活周遭环境的大人都在支持他长大这件事情，所以会让他觉得很有安全感、有归属感。 生活伫世界拢是大楼的都市内底，公园有限，绿地无够，囡仔时常无所在通去。至少讲看电视、耍手机啊，煞变成上个主要的休闲活动。教育部统计，每4个国小以内的学生都有一个视力不良。世界各国研究嘛发现讲，儿童文明病解决对策之一，就是暂时将车停落来，利用世界拢为街路空间的方便性。 鼓励大人带囡仔去室外耍，间接强化社区安全、邻里情感甲世代交流。这款活动伫日本、欧美甲新加坡的大都市早都流行真侪年啊。他们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他们就被允许做自己，然后可以自己决定。那这对他们在长大的过程可以带来很多自信跟我能感，那这个是非常棒的部分。然后让我们的孩子可以重新回到街道，重新得到这个自由，重新认识他的邻居。然后除了 让他不要再玩手机，对，然后让他可以保护他的眼睛啊，那也可以重新得到这个安全感，然后重新找回这个城市的人情味。凊彩摕到的素材，就使变成各种会使伫街路耍的样貌。这其中有一个角色真关键，就是了解囡仔的身心发展，了解囡仔游戏的样貌，有协调囡仔冲出能力的囡仔王，就像这一天。 囡仔王就是捌做过孩童戏剧基体课程的老师，有2个囡仔张卡棍。然后小朋友想要怎么玩，我们就是
配合它，然后去延伸那个游戏的本质。所以它其实有很多种玩法，就是看你要怎么样运用这些数字，然后你要怎么样跳，前跳、后跳、旁边跳、左边跳都很好。它也是让小朋友很容易认识数字，然后认识方位。主场为囡仔放假做一个游乐空间的一群家长来自各行各业，为了要找更较侪家长的串联，甲社会大众的认同，因发起募资，集合正人的力量。2019年3月份头一场正式放假行动，伫台北市大东区隆重举行。大家都会上街去跑马拉松啊，去选举造势啊，封街、迎神庙会什么都有。可是我们好像记忆中从来没有人封街为孩子去游戏。那其实这个街道游戏已经消失在台湾大概超过30年的时间。所以等于是说，我们这次要把它带回来，其实是希望可以植入很多人，当他在办活动的时候，也许他可以去思考到，其实也可以封街为孩子去游戏。大概从7月开始筹备到现在，我们总共试办了3次的这样子的街道游戏。那其实里长的支持跟警察局的支持就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这场行动的主要人物38岁张雅玲，嘛是兴华特色公园行动联盟的发言人。为2015年开始，特公平启动公园革命，发动改造全台塑胶罐头油区的公园样貌。这天好天气，雅玲带阮来到占地5公顷，想要市政府开6000万起的中和圆山公园。幼稚园的囡仔一日早上来为顶面厝落来，四界拢是笑声。这条全台湾头一座亲子的室外除草坡，真长真刺激。囡仔就算无细字倒头栽，嘛是算了搁再算，算袂善。除草坡边仔是目前新北市上界长的麻石的除石路，有20公尺长。阿公带孙仔为顶面厝落去，享受快感。30度的除石路甲除草坡是中和圆山公园上受欢迎的2项设施。留下来的感觉，觉得好像在坐飞机一样。啊，很刺激，很好玩，对不对？对。可以笑得很大声。对，很恐怖就喜欢。很刺激。对，我慢吞吞的，很无聊。留守伫这座公园嘛是真受欢迎，囡仔伫空中咧海来海去，锻炼手尾力。这2回囡仔无细字摔落来，伫一直哭，加在涂骹铺的是软珠啊，无受伤。中和圆山公园这边的游具非常的有特色，我们可以看到呢，这边有2种不同形式的爬网，而这边呢还有彩色跳石，小朋友可以在这边发挥自己的想象力，玩得非常的尽兴。这区是8网啊，卖使互囡仔挑战自我的机体协调能力。看这个7岁查甫囡仔表现出真好的平衡感，手脑并用，3两个手就过关斩将，也有各种无同款的千手。囡仔会使选择家己耍，还是甲别人做伙耍。沙狗甲旋转盘对囡仔感觉统合发展嘛有真大的帮助。自从我们开始出来争取这个孩子需要沙坑之后，就基本上那个沙坑已经几乎变成游戏场的必备。现在沙坑跟秋千的话，只要场地的场域够大，基本上它都会出现。对，不会像之前这么罕见。对，不会像之前就是1万个孩子要排一个秋千这样子。对，所以其实在这边其实是很能够满足各种孩子的不同的需要。真难想讲，即马不管是平常时还是假日，拢是有真侪人的圆山公园。较早其实是一座公墓，在改建的过程中，特公平的成员一直甲公部门争取沟通，才成就圆山公园多元的风貌。另外一座伫棒球的数位公园嘛，成功变身。板桥4维公园的游戏区有树木环绕与自然共生，而且地面还铺设了木屑缓冲区，让孩子不会跌倒碰伤，夏天的时候也不会过于湿热。伫树荫下，利用红黄青蓝各种的色彩，以恐龙意象打造而成的麻石啊除石路，佮结合8网啊甲单杠。囡仔伫内面，多秘书是丛林探险迄一般，伫恐龙身躯内感受各种感官无同款的刺激。小朋友，这公园好不好玩？哪一个设施最好玩？以前的比较好玩，还是现在的比较好玩？水公园也有收藏的跑酷区、跑酷区，囡仔做跑了，冲去跑酷行，也是用爬挑战自我的极限。这区是旧的造型，下骹有小山洞，特殊的设计，互家长拢真学乐。
小朋友可以尝试不一样的休闲设施，我觉得不错啊。你是第一次来吗？我来好几次了。来好几次了。对。是住附近？我住新庄。对，所以是特地来这边玩的。你觉得这个四维公园改成这样，感觉怎么样？比较有特色啊，多元化啊，然后有沙子，然后这个溜滑梯还蛮好玩，很少会看到有人会放这么大面的草坡，然后又放一个山洞，又放跑酷，对我们其实很少看到，可是其实就是孩子的游戏的样子，他就是喜欢跑、喜欢冲、喜欢滚。即马有真侪游乐设施的水公园，较早敢若2座塑胶设施，囡仔拢感觉无意思。2018年8月底改建完成了后，才表现出即马全新的面貌。以前有这么好玩吗？没有，现在比较好玩。对，来这边可以玩多久？大概2-3个小时，都玩不腻这样。对。2005年年底到现在就是满3年，我们大概已经成功协助了全台的各地政府改造了超过80座的特色公园。对，孩子都在里面玩得非常开心。对，那这也就是我们非常热见的。为招当地居民表达意见，甲公部门讨论公园设计动线规划，到最后监督施工品质。兴华特色公园行动联盟为台湾的公园改造立下新的典范。即马这群家长希望进一步，互更较侪大人理解耍对囡仔重要性，互囡仔重新回到家路，重温大人囡仔时代的意志，甚至唤起公部门的重视，打造更较友善囡仔的家路文化，为囡仔游戏权革命再度写下新历史。